众朋友，早早，欢迎收看8月17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陈雅纯。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，伫昨中选会宣布确定成立，投票日就定伫咧10月13礼拜。谢国良表示，按照目前的民意来看，会是伊家己的胜利，不过伊嘛唔敢伤过靠稳，唔敢来做生日。因为这届的罢免需要76979票，才会当通过罢免案。已经在今天宣告罢免案成立，投票日期是定在113年的10月13日星期日。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确定成立，中选会公布投票日会定伫10月13礼拜日，不是进前传出的10月15。谢国良49岁生日天。为了维持罢免的公平，并且避免我们选务的事项成为罢免案双方攻防的不必要的议题，决定投票日期为影响层面最小的。不敢过，还是要好好的准备好，打好这场选战。要告诉更多的民众，需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这个选项。依目前的民意依规，我是会胜选的。谢国良讲，市议员爱备战，不过强调有信心。而根据中选会数字，基隆市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是307913人，罢免案同意票必须达到总数1/4以上，而且爱比无同意票较侪才有法度通过，也就是需要76979票。不过罢免团体提出，联署人数是43137人，而且插队了后，符合规定的只有36909人，剃度6228人。提议人也不能当第2阶段的联署人，重复的这个部分，印象中有2000多笔，所以也蛮多的，是也要剔除。我们会持续宣传罢免理由，本周末也会开始安排志工持续上街宣传，与依然对罢免有疑虑的市民朋友进行沟通，也希望国民党不要再以非事实的政治语言来蛊惑市民朋友。你们的对手是基隆市民，而不是民进党。期待可以跟谢国良来一场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对决。罢免团体搁再讲到，罢免无关政党的对决，也毋过国民党批评民进党积极介入推动罢免案，更加指出民进党7月末年发动更加大罢免的情形，呼吁基隆市民投下无同意票，阻止这个歪风。民进党是讲尊重基隆市民公民权的行使，会继续对监督市政角度来检视谢国良伫市政顶边的弊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民众党逼出政治现金做假小风波，立委黄珊珊低调党籍，甲会计师段木正，也有竞选财务长李文忠，做伙奉送去党内中评会来办。因那中评会是决议讲，后礼拜请3个人来说明了后，才要决定安怎处分。针对着今日低调不分区立委的身份，黄珊珊表示尊重中评会。民众党政治现金的假小风波，立委黄珊珊请示党籍，甲会计师段木正、竞选财务长李文忠斗阵上中评会，早来开会讨论处罚。这位中评委全部出席，这次决议下礼拜会请黄珊珊、李文忠甲段木正到场来说明。提供他一个说明书，包括书面，还有包括来说明的时间。那他只要放弃的话，那当然来讲，我们所有的委员会根据事实状况来做一个评量。接到通知了，所以如果邀请的话，我一定会到。包括会计师都没有一个人是故意要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事情发生了，我们就面对，我们必须要把事情理清楚，理清责任，然后还原真相。黄珊珊下晡出面来回应，他别讲家庭无家代志做好，会虚心来接受调查，按程序去中评会来说明，是毋是请示立委是尊重中评会。另外，前立委蔡壁如点名黄珊珊应该负全部责任。黄珊珊讲尊重党内无共意见，也拿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是讲，就爱先家己徛好调，伊也来考试赖政府。先不要讨论究责的话，我们总是先把问题先解决嘛。现在这个中华民国的效率突然变高，你知道，一下子那个监察院也要来，东西都被调查局拿去了，监察院又来又叫我们要交什么东西。原来民众党对段木正提出告诉，双方是来拍官司，听讲段木正不爱替人死，民众党搁再讲到无人希望行到这一步。他能够发挥一个专业的会计师去帮我们做审核跟相对应的做法，但是他会做出这样非专业的事情，这不是我们当初会设想得到的。
郭文天看下江华城用这案，北检已经团前台北市副市长裴正生说明，并且出境管制，对家己可能是一个约谈对象。郭文天法院讲袂对单一个案来落指导期。我发现只有盖了2个章还3个章，那剩下的就是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都市设计委员会专案小组，他们就去处理，我都没有再去过问。议员游锡辉指控郭文天拿予市府都法局甲江华城拍官司，另外一边就是予都委会为江华城建议其他解决的方案，像是指示都法局副市长做专案管理，要求检调监察院议会3方面同步来调查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年2月，伫咧金门发生中国渔船冰船造成2个人死亡的案件。即马咱检方认定海巡毋是调工启动中国渔船，而且是正当勒入违法的船只，所以对涉案的2位海巡人员不起诉处分。画面内底这只中国山姆渔船虽然有弄到的痕迹，不过船身并无变形或者是受损。这件发生在今年2月14日，中国的渔船为着要闪过咱海巡巡防艇登船拦检，所发生冰船造成2个人死亡的案件。即马金门地检署侦结，检查渔船甲巡防艇船身弄到的痕迹，因为小可改掉尔，认定巡防艇并无调工要甲弄。我们有发现这个起网机，所以照这个生还者的说法，就是他们要去收渔网。船顶加网机的状态正是生还者的讲法，而且检方调查嘛发现讲，代志发生进前，金门的渔民几下届反映讲，有中国的渔船走入来咱的海峡，而且佫偷摕咱的渔网啊。因若即只渔船毋若无船名，摕到咱的海巡要去检查了后，实驶真紧想要赶紧宣，明显违法。而且过程当中，拢伫咧金门的禁止水域内底，认定海巡会捉船是有法律的依据。巡防艇它的船头其实在高速航行下会翘起来，所以这个巡防艇上的人他其实看不清楚陆基快艇是怎么翻覆的。巡防艇伫码头台面，也若因为涉嫌过失致死罪，红列做是被告姓黄的海巡船长，也有姓蔡的驾驶，10人是以不起诉处分。本案没有收证录影。海巡署已经多次向社会及家属致歉。海巡无收证引起争议，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嘛讲，已经有买执勤监控的设备，嘛已经分类，要求当人都要落实收证的程序。也若为中昼开始，中国的休渔柜已经正式解禁，金门厦门的海峡4界拢是中国的渔船啊。在搜寻的时候，就有发现4艘海警的大陆海警船在这个航道外面在巡逻。毋那是中国的渔船啊，中国海警船早起嘛包围金门，宣示主权。咱的海巡是赶紧出动去保护。也若渔会嘛，佫一届提醒渔民都要细意，避免甲中国的海警船或者是渔船发生冲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佫有啥物大代志？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，先来看《中国时报》。经济部长郭智辉进前拄讲，咱的水钱20几档无调整过，毋过昨煞佫改做讲起价效益无好，无按算要来起价，会建议水公司创造产品来加趁钱。再来是《联合报》，健保署昨宣布要放令10几项药物，包括治疗红婴仔喘气袂顺、肌髓性肌肉萎缩症，还有治疗幽门杆菌等等给付的条件。落尾是《自由时报》。主计总处公布2023年，大家人会当支配所得较中间的金额是34万9千多块，所以2024年大家人的基本生活费可能会调悬到21万，按算明年报税就会当适用。再来看到，伫咧1997年至2012年之间出世的人，根据调查，这个世代有62%的人，每个月会投资7000多块。另外，伫咧找头路的时阵，是上惊拄到责任制，也是加班无算钱、无咧起薪水这款的头路。那按照平均的薪水来看，这个世代少年人一个月领3万6，是无达到因期待标准。身为Z世代成员，今年27岁才现身，目前担任建筑设计师。入职图5年后，目前月薪加奖金每个月将近6万块。按过放假的时间，伊嘛无伫休，积极伫厝的接案，为家己的薪水加薪。现在是高房价、高物价的社会，那我也希望有一些投资的
在投资上面，10万是比较稍微足够一点，可以过生活的。储蓄的部分我都会抓5000内。1997年至2012年出世的Z世代，因为重视及时享乐，开互人打工真请赢散的这个想法。不过，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，煞改变大家的看法。统计有6成2的Z世代拢有理财投资，主要根据包含 ETF、股票、定存甲基金，每个月定期投资7113块，占整体收入的2成。另外有3成8的人是因为无加出来钱，而且无投资。调查统计时指出，Z世代实际平均月薪是36040块，其他正值月薪是40742块，这两个是差4702块。上互Z世代囝的工作就是责任制，加班无薪水，薪水拢无起，也是先群家长白贴新人这现象拢上本。现在 Z 世代呢，他们对于生活品质非常的重视，所以他们也希望他们的薪资可以往上提高，然后同时再加上现在的通膨情况居高不下，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薪资期望值也会更高。专家指出，即摆Z世代真有想法，勇敢表达甲沟通，啊，毋过因为工作较无经验，对于这场的人际关系较会去踏着红线，所以大部分是希望主管会当协助解决工作问题，也是稳准犯错，这原来引起无共这场的文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台湾面临着少子化、人口老化是愈来愈欠劳动人力，尤其旅宿、餐饮甲小卖这个行业是真欠人。真侪企业嘛呼吁政府伫扩大开放外籍移工，不过劳工团体嘛烦恼讲会去影响到咱国民是真歹找头路。到底劳动人力这个重大考验是要安怎来解决？阴暗7点半，青春咱的网节目，带大家做伙来探讨。我是从印尼来的，然后我是侨生建教班来台南吉英酒店实习。人客退房了后，近年来外籍学生之称就赶紧整理房间。伊是亚洲参与这个学校招生建教班的学生。台湾的囡仔出生比率持续降低，人口老化加上疫情影响，欠工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。这个时阵，外籍建教生的人力对企业来讲是来了真着时。印尼学生伫阮学校大概占4成，菲律宾的学生大概伫3成左右，然后越南的学生差不多伫要较2成。就是说，外籍生进到我们这个产业，可能是这几年才会比较受到重视。在哪里？教委会最近这几年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，扩大办理侨生专班，入学人数是一年在增加。劳动部嘛透过评点的制度，接着招外籍的毕业生，从103年实施以来持续增加。这2年各6000个名额，嘛拢有要到成许可率，互政府感觉效果袂歹，想要扩大办理。我相信每一家企业其实在找人已经用尽了全力，那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补足我们的能力啦。所以对于移工这个部分，我们其实很期待，非常期待。服务业敢要开放移工，一直拢是各界争论的问题。全国产业总工会认为讲，工课场无优先，薪水低，工时长，这是欠工主要的原因。加上8万的失去联络的移工，更加是爱要义的问题。要引进移工，第一个，目前你源头管理没有做好；第二个，你使用单位跟中介公司没有承担一定的责任的时候，那我们认为不宜再继续其他行业去引进移工，我们是反对。安怎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，保持台湾经济竞争力，嘛照顾各方的利益，就要政府、企业甲劳工3方抓到平衡点，共同合作，才会当在这场欠工的危机当中找到突破的方式。记者吴德庆、叶家军台北报道。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到泰国国会将进行投票，落尾是前总理戴克新的查某囝贝东丹正做新的总理。今嘛37岁贝东丹是泰国上少年的总理，嘛是因家族内底出的第3位总理。摕到泰国国会下议院全部493位众议员内面的319票支持，为泰党党魁贝东丹当选泰国第31名总理，也是第2位女总理。I decided that it's about time to do something
for the country and for the party as well. And I hope that I can do my best to, make the country go forward. 被东丹是前总理戴克兴的查某囝，今年37岁，正做泰国史上上少年的总理。前一位女总理就是伊的阿哥英拉，所以伊是家族内面第3位总理。其实被东丹进入政坛只敢若3年，即便出任总理进前，毋捌做过民选的官职。2021年由商界转到政坛，想要挽回支持率一直下降的维泰党。不过伊的老爸前总理戴克兴进前和军事政变推翻，流亡海外15年，去年才返来泰国立竿服刑。今年初得到假释，因为伊的阿哥英拉同款被迫流亡到呾，或者认为是辛瓦纳家族拼输赢的一步。It's the gamble that seemed to be unavoidable for the Chinawat family if they want to be a formidable player to attain the power through electoral politics. ส่วนของการที่ว่าจะได้นายกขึ้นมาแทนหรือว่าที่มีการเลือกตั้งขึ้นมาใหม่เนี่ยผมว่ามันก็ถึงวาระของมันเนี่ยนะ 就未满38岁被东丹伫咧泰王换一拉郎公任命了，将会正式就任总理，并且做内阁。伊上任了，第一个爱面对的问题就是安怎进行泰国的经济，包括前总理塞塔内阁所留落来1万泰铢电子钱包政策，是毋是要继续？公司新闻陈伟玲、吴其昌编辑。咱友邦帛琉的总统惠恕仁最近搁在指控中国用员工来威胁帛琉，爱和台湾断交。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，感谢惠恕仁总统唔惊中国的威胁，嘛呼吁咱的国民得爱加起帛琉，甲因斗拼员工。我也是在这里推荐一下哈，我们现在12个邦交国哈，当然我要固邦哈，也要靠大家，是要用龙邦的方法。外交部长林佳龙受到邀请去旅游展览开幕致辞，推荐民众去暂时的友邦观光。其中特别讲到帛琉，因为帛琉总统惠恕仁最近搁一届指控讲，中国摕观光做武器，想要互帛琉甲台湾断交。惠恕仁讲，帛琉需要经济发展，不过嘛真注重价值观，因真珍惜甲台湾的友谊，嘛强调讲愿意甲中国做朋友，不是个唔是摕甲台湾的邦交来交换。用观光做武器那也许一时可以影响。可长期来讲，并无助于彼此的关系。非常感谢惠恕仁总统，他能够不惧威胁利诱。除了友邦，嘛要持续争取理念小我国家的支持。总统府10日公布李耀勇是新任的驻日本代表。李耀勇讲会全力来打拼，强化台湾甲日本半导体、AI 产业也有安全的合作。李耀勇伫1980年代，捌甲前总统陈水扁、前立委黄天福。因为丰来岛17个案件，轰判8个月，人讲是丰来岛三君子。伊捌做台北市议员、台北市民政局长、甲内政部长等等。蔡英文上任总统了后，伊捌做保护会主委、考试院副院长、甲总统府主政，政治的经历是真完整。去互看做是总统赖清德甲日本拢会当信任的人，按算9月份去日本就任。也拿日本后一任首相的人选之一，也就是前防卫大臣赵朴模，顶一日带团访问台湾。中国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，林佳龙嘛批评中国战狼的外交，效果敢若会愈歹。外交大家就是以对等互惠那来交往，战狼式的外交有时候是反效果的。那我想台日之间，我们除了地缘接近，那人民之间也很亲近。林佳龙强调讲，台湾甲日本交流密切，国会当确保区域的安全甲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，今仔早起6点19分，伫咧花莲阁发生规模4.7的地震，花莲上大震度有4级。也若昨早起嘛发生规模6.3的地震，确定是4.3花莲大地震的地震尾。有专家表示，花莲大地震了后，影响到板块活动，所以今年地震的总数会较济。昨日早起7点35，花莲外海发生规模6.3的地震，接落来，阁连续有真侪件地震尾，民众出来钓定海甲真厉害，物件嘛拢落去。这个地震全台拢有感觉，中部云林、嘉义、阁有宜花东，上大的震度拢来到4，赛车民众拢明显感觉头壳在跳。因为在吃早餐，所以那时候感觉那个整个地鸣起来，然后就是左右摇晃，摇的还蛮久的。
我觉得没有怕不怕呢，大自然的力量都是要敬畏的。气象署伫第一时间替防灾需求快速定位了后，认定这个地动是独立事件。不过伫收集观测资料处理了后，把地动的深度对原本的9.7公里改作19.36公里，为嘛对西平线调整了后，把这个地动放入控诉控山花莲大地动的地动尾数列。目前控诉控山花莲主震包括余震，加起来到1653件，位置相当靠近那个我们0403今年0403的那个震央余震的分布区。今天的地震跟0403的主震是有关联的啊。那如果它是发生在同一个断层面上来讲，那就是它的余震。根据地动测报中心统计，今年以来规模5到6的地动已经有85件，规模6到7有9件，另外规模比7更较大的目前有1件，就是控诉控山花莲的7.2公斤。专家分析，最近3-4年花莲的地动较济，主要就是菲律宾海板块要进入去欧亚大陆板块的过程中小 A， 未来要注意花莲外海300公里的琉球海高型地动。如果一个规模8的地震，它华裔数是每年4公分的话，那它差不多是100年要动一次，从1920到现在已经104年了。今年的那个地震的确是有比较多的那个趋势，因为现在才8月嘛，那这个有可能会打破2022的那个记录。专家认为讲，控诉控山花莲7.2的公震了后，是引起规关的地动尾。今年地动的总数确实是较济，最近同款有地动尾发生的机会。目前科技也无法度预测地动，民众目前做好防灾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内头一个导悬，而且专门为着儿童甲青少年所开设的跨媒体影音平台小公司，要伫咧8月20正式开台。包括着副总统萧美琴、行政院长杜英泰，也有文化部长李婉，昨拢有出席开台记者会。我做过那个剧团，然后带着剧团走遍全台湾。有一个秘诀就是，一定要从小孩的眼睛看戏，不能用大人的眼睛来做，而且小孩子的注意力很快就没有。你看现在我看下去啊，已经开始有人没有在听了。如果3分钟之内不能够3分钟没有办法吸引他的眼睛哈，他就去滑看别的。对啊。所以我们会加油。好。小公司会伫咧8月20正式开台，头先推出23个专门为着儿童甲青少年所设的计划，包括节目、网架、戏剧甲音乐等等，伫咧网络也有电视拢总看得到。再来看到总统府昨举办台湾英雄大游行，由木姓具女子金牌的林旭婷徛伫咧上头前拍头阵，沿路甲这个奥运英雄做回来接受民众的欢呼。伫起行的战术车，做游行车队上头前的是奥运木姓具金牌台湾的骄傲林旭婷，甲伊的教练詹志强，也有伊的亲戚朋友，做伙接受民众的抱声。这个游行号做台湾英雄荣耀东行，16下晡举行，由林旭婷拍头阵，后壁这台是体操单杠铜牌，人讲是鸟王的董家宏，摕到木姓具铜牌的吴思怡甲陈念琴，真欢喜甲民众互动。迄若摕到射击铜牌的李明婉，是甲观众摇手。后出场的是羽毛球男子双打金牌王泽林，现场的观众是伫化休，迄若利用伫日本旅游。另外，亚东的选手郭幸顺，因为还咧休养，所以无参加。在总统热情着的欢送之下，游行车队内底的选手甲教练拢总67个人，为总统府头前的大厅出发。现场快反连负责引导，国军嘛特别出动战术车，用行动来挺选手，展现英雄小英雄。游行的路线有1.5公里长，现场人是叉，民众有的举旗仔，有的家己做看板，甲选手応援。这届游行的车队是受到民众的欢迎，嘛是一个真完美的结束。是我们极限王子陈义通。台北市政府嘛刷落举办奥运英雄 Fashion Party， 在各手穿真时件的服装，参加极限的单翼通，行红毯，甲民众做伙翕相。拍羽毛球混合双打的选手叶芳伟，规分数嘛穿甲啪哩。另外，人讲是台湾野兽的头人王冠宏，甲有台币系统的韩安哲做伙出席，加做焦点。其实很享受这个舞台，然后也很谢谢在场的各位，然后家人、教练啊，所有支持我们的人，然后给我们加油、祝福及鼓励。我们会做好选手的本分，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从中感受到我们的热情，然后跟我们一起推进拳击这项运动。
包括王泽林、吴思怡、李明远、董家宏等等11个户口徛伫台北的奥运选手，因穿定做的服装，以名册规格行红毯，甲民众做伙分享奥运公益的时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，北部地区26度至34度。中部地区26度至33度，南部地区25度至33度，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，一个外岛地区26度至33度。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陈雅纯，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。